我係媽媽，今日參觀下呢個比亞迪嘅 B12D，雙層嘅兩個位，兩個輪椅位，未登入嘅，車牌係 YX3432，佢行車證係綠色，佢咩廠？佢冇寫咩廠，唔使一貼啦。兩個輪椅位，開門掣，上層有55個位，下層17個位，跟住企位43個，都即係自己慢慢計。佢係電力威城，即係電車嚟嘅啦。佢車尾係咁嘅，佢同 MMC 唔同，佢個車牌唔係掛喺樓，佢掛喺上面。俗稱 BB 啊，我就麻麻依部車，因為綠色咁啦，有緊急停機掣啊。大致上都咁，電車就係咁樣。